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次圈嘅 C 組賽事，香港喺主場對住馬爾代夫啊！咁啊，香港第一場喺主場啊7-0大勝不丹㗎。咁啊，至於馬爾代夫就喺主場0-1輸咗俾卡塔爾啊。今場波港隊派出陣容亦都係相當之強勁啊！亦都有高凡呢首次喺呢度嘅外圍賽度上陣嘅。見起穿起紅色衫嘅就係港隊，相反藍色衫嘅就係馬爾代夫啦。呢球波呢雖然埋到門啊，但係好彩有法圖斯喺度頂住。冇錯，連續2次起腳都係搞唔掂啊！阿都拿。咁啊，其實港隊今場由李志豪拍住法圖斯喺個中堅位置，咁啊開波初段就有少少走漏咗對方啊，夾到嚟心口一控，甩咗少少，好彩葉鴻輝出嚟封一封個位。呢邊再射入到嗱，不過散中自己嘅隊友 A 亞尼啊！港隊教練金判坤咁啱啱踏入咗46歲啊！咁啊，生日願望就係喺頭2場嘅主場都要贏出啊！咁啊，願望達成一半㗎啦，已經贏咗不丹啊！呢場對住馬爾代夫都有機會噃。咁啊，呢一球射門呢就嚟自啱啱提過11號嘅高凡啊！交位俾落嘅時候啱啱好啦 ，first touch 亦都做得唔錯，但係可惜射門嗰下呢就似乎落多咗內檔西啊！咁啊，半場踢成0-0去到換邊後嘅賽事啦。咁啊，解圍不遠呢邊，啊林家偉好嘢偷到個波，又係送直線俾高凡㗎，呢一球射到啦，不過門將穆罕默德快一步出到嚟啊，封到個位，但係呢一球咧就引發2個球員受傷喎。咁啊，見到門將穆罕默德就一個嚴重嘅受傷，事後亦都要被抬離場，結果咧就要換入後備嘅門將艾蘭嘅。咁呢個亦都係今場賽事嘅其中一個轉捩點啊！再睇睇中場呢度甩咗個波，林家偉打一鬥，好啦，自己引球推進一個得停，哇後邊俾人掃低咗啊！咁啊球證係吹罰咗犯規啊！咁啊港隊就係呢一下嘅犯規咧，就形成咗第一個入波，就係鏡頭一轉咧就個波已經入咗網啦，同埋63分鐘徐德帥為球隊先開紀錄啊！咁啊呢球要多得白學嘅快開罰球啊！咁啊2位球員合拍，令到馬爾代夫防不勝防。就係咁樣打破半局。咁啊，現場6370名觀眾亦都係相當之興奮啊！徐德帥啊，上季又踢傑志啊，嚟緊將會效力東方啦。咁啊，白學做咗個助攻啦，之後呢一球都關佢事喎，引球追進，大踏步壓入禁區俾對方掃跌啊！不過禁區外面球證係判罰一個罰球啊。咁啊，罰球啊，當然就係交俾我哋香港嘅10號仔啊林家偉去處理啦。咁啊，但係呢球波咧就明顯地犯規位置咧都喺禁區外嘅。咁啊，見到3個人密密針，2個都係左腳，究竟邊個去搞呢？當然就係林家偉啦。門將亦都係捉唔到路嘅情況之下呢，67分鐘啊，為港隊贏到2-0啊！其實呢球波啊，馬爾代夫嘅門將艾倫就企錯位啊，應該企翻個大位啊。咁啊，近處方面呢，就由呢個人牆去頂住噶啦。咁啊，結果呢，佢就企喺個細位嗰度啊，咁你翻步唔切啦，結果就俾林家偉射入咗啊！咁啊，去到後段港隊亦都係換入盧君儀啦，代替咗麥基，咁就希望加強個防守。但係之後仍然見到港隊嘅攻勢嘅，徐德帥殺到入去，但係可惜呢個射門咧就射高咗啊！要讚一讚嘅就係中堅嘅李志豪啊！呢下全靠佢出擊，再分個直線落去俾徐德帥。再睇睇下撞兩撞之下都去到個波，見到徐德帥走位後上冇越位，淡淡定以為掂㗎啦，其實趟個角落去就應該有㗎，射高咗最終。港隊2戰全勝，暫時排喺第1位。下場9月3號將會作客中國嘅。We put a very strong mentality and a physical and a speed player. We put this game, so we could dominate on the middle. So it was success. 其實我哋都估計到馬爾代夫係一隊幾有質素嘅球隊啦。咁我哋上半場受到的確係好大壓力啊。咁半場阿 Kim 都提醒我哋，除咗進攻之外，我哋防守要打醒12分精神啦。咁最後我哋憑一個突擊同埋一個死球可以攞到一場勝仗，對香港足球隊嚟講係好緊要。再加埋全場球迷嘅支持啦，咁香港隊喺頭2場可以攞到理想嘅戰果，咁都歸功於所有支持香港足球嘅 fans 啊，同埋所有球員、教練啦。